中元節鬼門開，優惠通知。2026年8月26日開始至9月5日結束，就這10天，過期不候。優惠內容：我的通靈、占卜、塔羅牌、算命通通480台幣買一送一，就是你付400塊，可以得到2小時的算命服務，為線上算命占卜。要來的加我 Line， 連成後記一原本我根本不想辦占卜，因為說實話，我最近賺錢很多，我不需要辦優惠活動來衝人氣了。但我在今天下午1點至2點的冥想過程中，接收到地藏王菩薩的召喚，我看到我來到地獄，應該是紅蓮地區，四周都是火焰、雲隊形狀的紅色石頭，天上的光芒也是暗紅色。然後我看到一個極其巨大的佛杯在發聖潔的金白色光，比地獄的這一層還大。這個佛杯突然轉身過來，果然是地藏王菩薩。我趕快雙手合十，下跪膜拜。地藏王菩薩用一種極其渾厚、男性深沉的嗓音和我說，要我辦這次優惠占卜。因為鬼月人心不穩，我正好可以出來，用我的通靈能力安撫人心。我原本想拒絕，我告訴地藏王菩薩，佛弟子最近財運極好，根本不需要辦優惠。地藏王菩薩說，非也非也，不是為了我增加財運，而是鬼門開後，台灣人的磁場容易混亂，你可用你的法力來安撫眾生，這樣眾生的心靈也能得到安慰，你自己也能累計功德。地藏王菩薩說完，就釋放出超強的刺眼白光，照亮整個地獄，我就從冥想中退出，才有今天這篇文章。後記2，我最近財運是爆好，我要和大家分享。昨天我去家樂福的 ATM 機器領錢，領完錢，家樂福店員叫住我，店員看我的錢從我的口袋裏掉出來了，就還給我。我感謝店員，回家。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，原來我根本沒掉錢，我除了原本領的錢，還憑空多了店員給我的錢。我又跑回家樂福，和那個叫住我的店員說，他多給我錢。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了嗎？那個店員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我，和我說他根本沒叫過我。我想再確認一遍，但被店員當做奇怪的人士，店員叫其他人來請我走，我只能走了。可這件事不就很神奇嗎？突然憑空出現一個店員送我錢，所以我才和地藏王菩薩說，我最近的財運爆好。估計那個店員也是某個天使菩薩的化身。就這樣結束 YouTube 屠龍術。